嘉義縣溪口開元殿開大聖王地仙公，甲羅天門天後宮三馬，佇開羅鼓的引領之下，來到天門宮出海口，200多人換上軍營將士的衫，燒化書文了後，陪同頂船展開體驗，一路放炮模擬當年戰爭場景，彰顯地仙公得到媽祖神威庇佑，渡過烏水溝，登陸羅天門歷史。我們稱為這個行動是非常準確的一次軍事行動啊！顯然講誒，就是說精密的計算了這個潮水水文的時間，啊，就是說手風後潮啊，這樣順利的越過鹿耳門哈。那當然也製造一個傳奇的，是講啊，以這個上岸登陸，然後設個香案祭拜媽祖，請求潮水助他船能夠進來。相隔32天，媽祖經再次申辦聯合會議會，特別推出小灣聖經地仙公登陸後代書籍體驗活動，邀請全台灣風采地仙公的宮廟代表參與登陸體驗。登陸了後，依照當時地仙公的腳印，行到羅天門參香。難得的體驗吶，以前也沒有參加過這種類似的活動，我覺得很棒，很有體驗感，而且很能留下很多的那個紀念吶。台灣的文主叫做地仙公，重塑咱364年前的情景，所以咱嘛是照歷史的典故來辦理。這回吸引全國60多間宮廟代表3000多名信眾來參與，場面莊嚴閣熱烈。當然市長黃偉綽親臨，見證新尊聖駕重回登陸首地的重要時刻。這等依照香火串聯全台民間信仰力量，唔那再現地仙公守護台灣的歷史基地，更替宗教文化團團落去。台南新聞收看採訪報道。